在地上大条，咱来看台南市东山区东河里，因为新起市街场的争议，当地里长吴慧生去予里民提起罢免案。昨昏投票的结果出来，同意罢免的是286票，若无同意的是124票，而且超过投票总数1/4的这个条件，罢免有通过。若这嘛正做台南市头一个防罢免成功的里长。 一透早就咧整理宣传的机仔，看起来是真兴奋，因为东山区东河里长罢免案21号结果出炉，现任的里长吴慧生成功启用罢免，这嘛是台南市第一位启用成功罢免的里长。阮的里长阁拢无开说明会，直接甲转因啊，互因去即个区公所申请遐资料互因过。啊，阮的里面去咧甲里长招讲哦，来控制。里长讲。 迄无法度控制，你调来要支持给遐业主，啊，阮一定唔咩啊。本会预计于12月24日召开委员会议，审定并公告罢免投票结果。而罢免案通过者，被罢免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解除职务。 吴慧生是7连败的资深里长，这次会去予里民提起罢免案，主要就是当地已经是新起2座市街场，煞阁要起第3座。吴慧生去用指控背离里内民意，历经里民筹组自救会真正抗议了后，最后对吴慧生发起罢免案，21号罢免成功。既然不为我们人民着想的话，我们不必等到他到任嘛，就是在半路上就可以把他拉下来。就是算讲尊重安尼就对啦。吴慧生对家己接受的罢免成功，家条无表示意见。台南市选委会表示，东河里罢免案选举人数总共756人，同意罢免的票数286票，比无同意的124票搁较侪，并且超过投票人总数1/4的门槛，罢免案通过。24号将会正式来公告，同时嘛会进行补选，准备伫3个月内选出新任的里长。记者王正云台报道。